喂，Hello KT，賽馬預測。跑星期六10場，冇時間跑，工作又忙。長話短說，第一場想搏下10號暴風一族，因為呢個馬房好乸勁，一轉倉上場已經好有走勢。3號大賽都係一啲有班嘅馬啦，係咯，第一場就睇呢兩隻。第二場2號、3號啊，百成世同埋紫荊歡呼都係落班，應該喐手噶啦。4號富力拍檔正路啦，鋪8檔可能3條。5號實意神將可能會賺到嘅形勢。另外1號呢，田長好方嘉柏降班3檔，上場已經唔差嘅啦，響跑局1200。係啦，範圍就係呢啲。百成世同埋田長好冷啊，係咯，實意神將都冷，係咯，可以搏下。第3場就一定要搏4號，照計冇理由1200唔勁㗎。1400有2場近咗，跑第2、跑第4之後輸咗好多場，冇理啦，亦跑得返，殺得嘅呢隻馬都唔叻，呢啲馬都唔叻嘅。冷門啦，4號啦，另外米奇都仲係要跑1200咧，俾多次機會佢。自力更生係咪借咗呢？小豬諗下仲可以啊，11號。大千紅心第4場又好惡嘅，但係好熱啊，孖寶啦。第5場都係方嘉柏滿心星都好惡嘅，舊馬佢又唔夠佢跑噶啦，啲舊馬同佢跑開嗰啲唔夠佢跑噶啦。1號啦，5牌啦，智勝神區。7號啦，浪漫戰神啦。13號啦，首飾5號呢啲未同佢跑過暗牌。保險呢啲馬寶邊射過關就滿心星。第6場唔玩啦，複雜。第7場喂，幸運有你呢個歲數可唔可以反彈？你8歲小豬啦，小邊範圍就係小號江湖啦，3號啦，信心星啦，得道猴王啦，進步騰飛啦。我唔係好信隻標誌星河，跑嚟跑去差唔多呢排。12號嗰隻暗牌唔識，有冇轉配備啊？冇啊，冇轉配備，係咯。第8場就戀愛狂喐唔喐啊？呢個馬房啊，戀愛狂同埋君達德啦，兩隻雙邊啦。第9場郭千金冇辦法啦，好惡噶啦，係咯，6寶啦。第10場補出隻紫荊盛世都係好跑喎，上一場搶口，呢場有佢順放埋嚟，唔係冇咁快馬，買到呢1、2碟2、3位咧，冇鬥口咧，好惡。不過呢場好多新馬，所以係咯，做膽啦，小 win 啦。另外一生好彩都係勁抽啦吓，奧爾文。呢兩隻硬淨啲啦，其他其實佢好多。靈燈可能進步啦，超輕鬆千帆區都可能進步啦，天文數字。牌面點都係賣8博煙。Q 一定係3啦。好啦，今日長話短說，OK。冷係全部都冷咁就係咁，但係你話好有信心嘅冷咧，好似英俊飛佢咁樣就冇嘅。早下話點樣過關啊？小豬啲今日初3先嚟跑速佢發圍，星期3大家應該都收穫啦，係嘛？英俊飛佢，OK，好，再講。